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泰安樓豐盛真味360直播間。我係貓店長鮑魚仔助理阿 Lee。咁我哋今日咧正式開播嚇，每隔2個星期嘅週四晚上9點30分咧，都會喺 YouTube 嗰度咧做一個直播，分享唔同嘅食材，每次都有一個唔同嘅主題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鮑魚仔店長啱啱最新出嘅團線。如果有興趣攞嘅咧，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嘅。呢個就係我哋嘅團線啦，去晨運啊，去行山啊，都好環保噶嚇。咁啊，相當唔錯啊，鮑魚仔。咁我哋第一個環節咧，正如我呢個預告所講啦，我哋第一個環節咧係用3分鐘嘅時間去分享一啲題外話，因為唔係淨係講產品咁悶，要做下啲分享一啲故事。使到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，可以有得着。咁我就分享今日嘅題外話。今日嘅題外話係乜嘢咧？其實我哋無論做生意啦、賣產品又好啦，或者係讀書學習都好咧，或者治理一個國家都好咧，其實都好容易犯呢樣錯誤嘅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仔咧就好簡單啲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係一個我以往從事培訓嘅時間咧，經常都同人分享嘅一個故仔。就係一個好有智慧嘅老方丈同哲學家嘅故事。從前喺一條村裏邊咧，一個大山裏邊有一個寺廟，有一個老方丈好有智慧，所以嗰條村嘅村民遇到有啲咩問題嘅時間咧，佢都會不辭勞苦爬幾百級樓梯去揾呢個老方丈解決，而老方丈亦都好樂意幫佢哋解答所有嘅問題，去解決咗生活上嘅問題啊，任何嘅問題，老方丈都用佢嘅智慧咧去解決咗，所以咧佢嘅聲名咧越嚟越盛啦，而傳到去成個縣城裏邊咧，有一位咧德高望重嘅咧，都已經比較上地位較高嘅哲學家嘅耳中，佢就覺得哇，喺呢個方圓10里都仲有人叻過我，冇可能啦！我想睇下呢個人係咪真係咁有本事先。於是乎佢抱住一種挑戰嘅態度。佢就不辭勞苦咁樣，經過好多關卡，就去到呢個村落。點知去到村落咧，先知道原來呢個廟咧要行幾百級樓梯先上到去。但係冇辦法啦，都要頂硬上啦。雖然平時疏於操練，但係都要行上去見下呢個真人究竟係咪咁厲害。於是乎行到上去就氣喘喘啦，終於都見到老禪師老方丈。咁方丈見到佢氣來氣喘。咁就招呼施主，你入嚟先啦。嗱，我而家啱啱泡緊茶，不如你坐低唞一唞，飲杯茶先。於是方丈就拎起個茶壺，斟杯茶，一路斟。咁我哲學家就當住佢好正常啦。你咁樣斟杯茶，但係點知斟到滿啦，佢都繼續斟喎，斟到瀉啦，佢都繼續斟。於是乎哲學家就忍唔住啦。喂，方丈又話咁有智慧，你又話咁叻，咩問題都解決得到，點解你斟杯茶瀉晒你都唔知啊？老方丈咧好氣定神閒咁同佢講：施主咪係咯，如果你真係虛心同我研究學術嘅，我絕對歡迎。但係如果你覺得你杯茶都已經滿咗啦，我再斟落去盞瀉嘅啫。呢個故仔雖然唔係咩特別嘅幽默嘅故仔，但係咧，俾到我哋好大嘅啟示。而家世界咁亂，就係因為好多人坐咗喺個位置，就以為乜嘢都可以做到。無論係國家領導人啦，又或者做生意又好啦，或者係學習又好啦，其實我哋都要經常保持一個謙卑、海綿心態去吸收知識，先至會更加有進步。所以希望喺直播間裏邊嚟緊我分享嘅主題，分享俾大家嘅食材，大家都可能又好熟悉，或者已經係用咗好多，或者係食過好多，又好有經驗嘅，不妨喺留言區嗰度咧，同我哋分享翻，令到我哋更加進步。好啦，多謝大家。希望如果中意呢個環節嘅話，唔好記得唔點讚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。多謝你。嚟緊我哋會進入下一 part 噶啦，因為30分鐘嘅時間咧唔係好長。我哋會進入我哋嘅今日主題。今日主題係乜嘢咧？咁就要同大家講一講噶啦。歡迎嚟到我哋直播間先。俗語有云咧，鮑參翅肚。
呢個鮑參翅肚嘅肚係乜嘢咧？就係我哋今日同大家要分享嘅花膠。花膠除咗係女士嘅恩物，其實佢對一家大細嘅健康維護咧都好有幫助。今日就等我哋用幾分鐘嘅時間，同大家拆解4種唔同嘅花膠：白花膠、雞泡膠、雜膠同埋鱈魚膠。佢哋各自嘅保健奧秘，等大家以後揀花膠唔使頭痕。好啦，我哋第一種介紹嘅就係白花膠。可以睇下我哋呢度，有好多嘅白花膠。我俾大家近鏡睇一睇。白花膠有2條線同埋有啲氣孔嘅呢個就係真正嘅白花膠。白花膠其實係乜嘢咧？係養顏嘅聖手，內外兼修。佢嘅核心定位咧係顏值同埋健康打底，可以話係花膠界嘅名門閨秀。喺香港特別受歡迎，好多明星咧都係當佢係養顏嘅必需品。佢嘅功效好全面，可以用8個字形容：固本培元，補氣活血。如果你成日覺得精神唔夠，面色蒼白，白花膠就非常啱你。佢含有豐富嘅膠原蛋白，唔單止可以養顏護膚，而且等你嘅皮膚保持彈性，仲可以加速傷口嘅愈合。對於經常捱夜、腸胃唔舒服嘅朋友特別有幫助。佢對胃炎、支氣管炎都好有食療嘅效益。所以白花膠唔單止係美容院嘅，亦都係咧身體嘅調理師。咁大家可以認一認呢種就係白花膠啦。第2種我哋要介紹嘅就係雞泡膠。好，俾大家睇下先。我哋呢度有好多雞泡膠，大家可以睇到啦。再攞個近嘅俾大家睇。雞泡膠就係雞泡魚嘅肚啦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佢係屬於咩咧？係婦科嘅妙品，溫養子宮嘅。佢核心定位咧係解決女性週期嘅問題同埋調理。雞泡膠係用河豚嘅魚標做嘅，但係你千祈唔好聽到河豚就驚。處理得當嘅雞泡膠，絕對係對女性嚟講係婦科聖手。好多女性朋友有經痛、經期唔準，甚至係季經嘅煩惱，又或者分泌物比較多，呢啲都係子宮需要調理嘅信號。雞泡膠最出名嘅就係滋補同調理子宮，幫我哋由內到外調理好，就可以舒緩甚至解決呢啲問題。坊間好多真實嘅個案都話，就係因為佢將子宮調理好，間接提高咗成人嘅機會。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閨蜜有呢啲咁嘅困擾，記得重點關注雞泡膠，佢係我哋女性週期嘅守護神。再俾大家睇清楚啦，雞泡膠係啦，個形狀比較特別嘅。第3種我哋要介紹嘅就係雜膠。睇到啦，呢度我哋嘅雜膠比較厚身嘅，性價比高。其實佢係家庭必備嘅嘢嚟嘅，核心定位係家庭日常滋補、術後調理，呢個都係非常之好嘅。雜膠係我哋屋企應該常備有、性價比最高嘅花膠。雜膠多數係嚟自南美，例如巴西2個地方，佢哋嘅功效好實在，滋陰養顏、補腎益精，而且補而不燥，男女老少都啱食。如果你覺得工作壓力大、成日攰，又或者屋企有做完手術需要調理嘅身體嘅屋企人，
雜交就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佢含有大量人體容易吸收嘅膠原蛋白，可以有效改善疲勞，加速呢個手術後傷口嘅愈合。而且佢嘅膠質豐富，口感爽滑，所以咧，就算長時間煲湯都唔容易用。用嚟煲湯、燉奶又或者扣煮都係一流嘅。所以話雜交就係你屋企必備嘅滋補小藥箱。好啦，最後一種就好平民化㗎啦，係人經常喺外邊打邊爐都會食到嘅鱈魚膠。我哋呢就係紐西蘭嘅鱈魚膠嚇，你冇睇佢好似細細塊咁樣嚇，但係實際上嚟講咧，佢基本上咧都係好有修復嘅功效嘅。咁鱈魚膠本身嚟講係有啲咩定位咧？佢嘅定位咧就係補血補氣、強化關節嚇。嗱，雖然佢係細細塊啫。嗱，最後呢位呢嘅親民嘅入門嘅花膠嚟嘅，呢個就係鱈魚膠啦。佢膠質豐富，但價格親民，非常平，性平唔易上火，可以經常進食。對於修復關節軟骨尤其有效，係花膠食療入門者嘅最佳選擇。所以唔同品種嘅花膠都有佢獨特嘅食療功效。簡單總結一下，想全面調理、養顏護膚，揀白花膠；有婦科煩惱，需要調理子宮，揀雞泡膠；屋企日常滋補、手術後調理，揀雜膠；想經常食用、修復關節、增強體質，揀鱈魚膠。大家可以對號入座，睇下自己最需要係邊一款。歡迎喺我哋留言區話我知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客服68230253查詢。最後就係我哋泰安樓豐盛號報親恩推出嘅超值優惠520母親花膠4重奏禮盒套裝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呢個就係我哋520花膠禮盒套裝啦，好精緻嘅。除咗可以用520買到超值價錢，就可以試到4種花膠之外咧，頭嗰20位訂購嘅孝順仔女咧，仲可以額外得到乜嘢咧？得到包二滿足 BB 包康乃馨套裝1份。如果你一次過訂購2套嘅話咧，仲加埋咧，仲有額外嘢送嘅，就係送呢個國潮紅茶1盒，呢個係禮盒嚟嘅，係湖南網山嘅國潮紅茶禮盒1盒，所以今日睇到直播嘅唔好猶豫啦，你哋想落 order 可以 WhatsApp 我哋68230253客服，一套嘅 PM+1，2套嘅 PM+2，呢個優惠咧只可以喺5月6號之前期間限定，先到先得。希望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。今日分享嘅直播咧就到此為止，唔希望阻太多嘅時間。大家如果睇唔到直播，可以重複再睇返 YouTube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如果有興趣想查詢更多嘅詳情嘅，都係一樣客服或者係經過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。亦都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哋嘅貓店長鮑魚仔，拉下佢嘅 IG。如果見到佢啲線喺出邊送緊嘅時間咧，不妨攞下板作為環保用啦。多謝大家，下一回我哋再分享另一種嘅食材海參，記得留意啦。好，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多謝。最後我哋再重複一次，乜嘢咧？就係我哋嘅優惠套裝520嘅母親節優惠套裝，520優惠套裝，呢度有4種花膠：白花膠、鱈魚膠、雜膠同埋雞泡膠。520嘅價錢就可以試到4種嘅花膠啦。
咁而家最先買嗰啲咧頭嗰20位就可以得到咧額外送贈嘅鮑魚康乃馨禮盒一套，買2套嘅可以額外送贈嘅就係我哋嘅國潮。我哋嘅國潮茶包禮盒，國潮茶包禮盒一套，2套就可以獲得咁多嘢㗎啦此外咧，另外咧都會送埋鮑魚仔嘅團扇一把，鮑魚仔團扇一把。好啦，我哋嘅貓店長你睇下，居高臨下，而介紹埋俾大家識，鮑魚仔居高臨下。呢個就係我哋嘅鮑魚仔真身啦，咁大家不妨咧俾啲 like 佢，like 下佢嘅 IG 得唔得啊？鮑魚仔 ，give me f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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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yeah，good boy。有興趣嘅下一期海參嘅特別介紹，再見，多謝大家。我不相信520，因为也收不到礼物。我只相信502，一滴即可，3秒永固，永不分离。即使分离，也得8层皮。我不相信502，乱送我人心，不如送我海星，这样会来得更丰盛。